台湾首府大学体中以后校区改造展文市政远景园区，成为台南第3行政中心。该中心伫8月底正式揭牌以后，嘛成为全国第一件私校体场地方政府成功接管的案例。对此，议员陈秋红伫总日巡除了表达欣慰，嘛进一步希望市府伫明年编列1亿4千多万是有够额的预算，来满足各局处进驻的需求，进一步带动大展文区的区域发展。我是希望说，我们能够编组预算，然后赶快同时间的进行，慢慢的几个哈，这样区域的发展也比较慢。如果需要经费，我们就加快速度编组经费，让我们整个麻豆区正文愿景园区这边能够主要服务正文区。对，因为大正文其实它不是只有正文带动整个正文区啦。如果说市政府能够慢慢把这个地方架构的全面都到位的，我想整个享用到的不是只有正文区，包括三湾区，他们都可以来使用。没错，我一直希望说能够在台南市的地理中心有一个行政中心的一个设置，不是正好啦，因为就是碰到了那个首府大学，它要做一个阶段性的转型，他董事长来拜访，我就希望说能够把这个学校的一些建筑物就无偿提供给市府。那当然，他有些学校的老师的那个之前啊，或者其他的费用的问题，所以他跟教育部电厂基金借了钱，我们帮他把这个钱还掉，那取得他的这个建筑物，然后这个租金继续跟台糖租。议员伫争取市政园区编造预算的同时，面对台南中央经努礼金1000块，甲其他6都比起来是上少，所以嘛建议市府伫财政许可之下，爱提高同时需科礼金按年龄的比例调整，互老人感受活愈久、领愈侪福利。对此，市长表示会针对所有议员的建言同步来检讨。台南新闻管制林银光采访报道。